大举朗读千家诗，我稍微推广协会制作王叔良音图，英才文教基金会赞助。作业梨花，作者邱怡，冷艳传奇说，异乡作入衣。春风刺木丁，吹向玉阶飞。作者是浙江嘉兴的人士，伊真够写这个典型的诗作。伫当代诗人当中呢，伊堪称是岁寿真长的人。伊享年有96岁，祖业是歌庙。伊歌艺呢，对设伫宫禁左侧，伊伫掌管皇帝机要。作者呢，初次出世，用梨花结笔来表露家己的清廉品德以及向上进取的理想，希望会当得到重视佮重用。所以起句呢，看起来敢若像伫写梨花的冷艳，实际上是将梨花按比如家己的品行高洁，敢若像会当起出的梨花，伊毋惊寒冷，也佮当压倒到见风就散去，见日头都扬起的碎花。佮带出一样迄个花香呢，会当送入人的身躯。所以诗的后半段呢，更加照这梨花的愿望，寄托本身家己的愿望，希望春风也会当自从这个气爽换雪梨花的芬芳呢，来吹向当今这个阶层，会当得到皇帝赏识佮重用，互伊有志凌心，发挥上报君恩、下济万民壮举的理想。这个诗笔清新自然，温质含蓄，提醒家己在大成修得冷艳气帅之身，才当进调工造福万民，是理想，是抱负，也是诗的重点。来，咱搁再来互相一遍，冷艳传奇说，异乡作如衣。春风刺木丁，吹向玉阶飞。千家诗小研究，集思讲强进修，读书快乐哦。